係陳錦輝啦，我喺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教書嘅。我係2012年搬嚟荃灣嘅。咁但係其實我本來唔係荃灣嘅街坊，我細個出世去到我結婚之前，其實我都係住喺油麻地嘅。雖然都係舊區，但其實兩個地方好唔同。咁所以我啱啱搬嚟荃灣嘅時候，2012年嘅時候，其實係好唔適應。搬嚟其實個原因係比較好實用性嘅啫，就係因為我大女出世，咁我就外母係住喺荃灣啦，咁所以我想有屋企人可以好近距離，可以同我一齊可以照顧到我個 BB 咁樣。即係起初其實係一個好功能性嘅原因，亦都冇因為咁樣令到我好快可以適應到荃灣咯。我諗同我以前喺啲老家住嘅雖然都係舊區，但係喺好多生活方面都好唔同啦。荃灣有嘅好多嘢喺油麻地當然係冇，但係油麻地有嘅好多戲院啊、商場啊等等喺荃灣亦都冇。咁所以嗰陣時我每個星期都差唔多要翻油麻地度，好似翻娘家咁樣嘅。但係好快，其實我諗過咗3-4年、4-5年到嘅時間，其實我就慢慢都開始覺得自己係一個荃灣人多過係一個油麻地人。我中意荃灣幾樣嘢嘅。第一就係你睇落去，其實佢一個好平凡嘅地方嚟，一個好 humble 嘅地方嚟嘅。裏面咩人都有啦，有即係一啲基層嘅市民啊，有一啲相對中產啲嘅人啊。你有見到有好多唔同嘅屋苑啊，有公屋啊，有唐樓啊，有工廈啊，有公園啦，有啲好多小店啦，亦都有南豐紗廠啦，咁即係你可以話包羅萬有嘅，乜都有嘅。從一個城市或者都市嚟到睇，其實佢成個即係城市嗰個表面嘅質地係一個好混雜嘅一個質地嚟。咁我就好中意喺呢種咁嘅城市生活啦，因為你由一個地方行去另一個地方，好快就已經有嗰個風景或者景觀上面嘅轉變啦。由一個地方行另一個地方，好快你就由見到即係身邊屋苑嘅朋友，就變成見到我外母住喺公屋嘅嗰啲街坊，再行遠少少就已經見到住喺可能二坡坊啊、三坡坊啊嘅嗰邊嘅街坊咁樣。咁所以其實嗰個都市嘅變化好豐富啦，裡面有好多有趣嘅人啦、事啦、物啦咁樣。